歡迎收睇 Man Life Channel， 繼續函館之旅系列。上回講到去函館朝市享用函館當地早餐，跟住就喺函館朝市附近有個叫做魔州丸紀念館，呢個前身就係青函聯絡船一部分。再去埋函館嘅紅磚屋，最後就嚟到八幡坂呢個靈性打卡位。靈性打卡位就猶如去長期嗰一款差唔多，跟住再乘搭函館電車前往五稜郭塔。其實 JR 車嘅係可以去到五稜郭，不過實際上五稜郭塔非常之遠，落車之後好多人排隊等過馬路。這是因為月台嘅面積相對為細，同埋有好多人落車，造成水泄不通嘅情況。隔離就係百貨公司，百貨公司係無印良品。經過無印良品呢個百貨公司之後，北行直上大約15分鐘左右呢，就會去到五稜郭塔。不過就西咁樣由五稜郭電車站行去五稜郭塔，最少都要成10分鐘左右。反而喺 JR 五稜郭站行去五稜郭塔就要40分鐘，搭電車會可能好啲。嚟到呢度第一高塔就係五稜郭塔，唯一嘅正大門就喺呢一度。地面呢就除咗售票處之外，亦都喺呢一度買到唔少北海道嘅特產。呢個就講述日本名塔，起碼有成20個名塔。有冇你去過地方啦？一入到去呢，就前面有好多係五稜郭限定嘅產品，北海道嘅產品都可以呢度買到，亦都可以買 Studio 嘅公仔產品。北海道限定嘅公仔亦都可以喺呢一度購買得到。五稜郭嘅特別嘅零食亦都可以喺呢一度購買。不過今日嘅最重要嘅重點係買飛上去五稜郭，感受下呢個五稜郭嘅真正嘅優美之處。咁啊，而家咪排隊咯，排隊買飛，大人1200日元。排到去嘅時候呢，就要出示張飛俾嗰個打個窿啦，跟住就照用搭 lift 上去。基本上呢，都只有差小姐喺呢度為我哋服務上去五稜郭塔嘅頂樓。呢個就係入場券㗎啦。經過10分鐘嘅電梯旅程之後呢，電梯就慢慢升上，到差唔多去到頂樓嘅時候呢，個電梯嘅燈光呢，又開始慢慢着翻咯喎，又變翻咁樣嘅燈光出嚟。出到去嘅時候，五稜郭喺你面前，最大特色就係星星形嘅設計，梗係仰望遠鏡睇真啲啦。仲有介紹五稜郭嘅特別嘅景色，原來五稜郭塔係好靚㗎，星星形嘅設計。再去嗰邊呢，就睇到函館市嘅真正嘅景色。唔准食嘢，唔准食雪糕啊！落下邊，仲有好多嘢睇㗎。大地有冇行睇到下邊嘅五稜郭嘅景色同埋下邊嘅底部？呢個就係展望台2嘅頂樓嘅位置啦。咁就行完㗎啦。行完之後呢，咁就翻去地面繼續行程。不過呢，就係餐廳
果你覺得肚餓嘅，可以入嚟餐廳度食下嘢，都係中意食下啲西餐為主。想食嗰啲鹹館特色嘅美食，就要出到街裏面度食。今次真係去咗鹹館嗰邊呢，就食咗啲鹹館嘅特色美食。呢度啲影片顯示就係食佢哋嘅咖喱飯，北海道咖喱亦都好出名㗎。遲咗下集嗰篇會介紹。而家落到下邊呢，呢個呢就係餐廳啦。餐廳所售賣嘅叫做咖喱飯，鹹館好好食㗎。仲有食埋雪糕先就開咯。最大特色就係佢呢一度食鹹館鹹雲漢堡。點解佢會覺得係好特別呢？入可以睇下啦。呢個就係人氣 No.1 嘅鹹雲漢堡，佢係用雞肉做主菜。就係點解會賣到 No.1 呢？基本上就天下第一品嘅套餐就係鹹雲漢堡、芝士薯條同埋一杯冰茶，咁就480日元。首先就要排隊點菜，冇自助收銀服務，要憑自己嘅口角同埋手指指點出想要嘅東西。店員話要等成45分鐘，為咗鹹雲漢堡點都要等。首先上場就係飲杯冰茶解解渴，跟住實際上等咗成30分鐘嘅時間，我叫嘅鹹雲漢堡餐呢到咗咯。你睇啲薯條呢，佢係用杯嚟盛載咯，同你平時去開嘅麥當勞啊同埋摩斯漢堡嘅薯條呢樣子嘅係唔同。喺鹹館食個漢堡套餐特別不同，記得下次嚟食咯，唔嚟食係會走寶噶。真正鹹館鹹雲漢堡呢，基本上係由所謂嘅芝麻麵包組成，上面夾住生菜，下面夾住叫做甜酸酸嘅雞肉而成。一食落去特別鮮甜爽口，係鹹館名物之一。下次記得要食。到咗下晝3點幾鐘嘅時候，我食完嘢啦，就要搭翻架巴士翻返去今晚要入住嘅酒店。今晚入住嘅酒店係位於鹹館車站附近一間好出名嘅度假酒店，就叫做星野集團鹹館酒店。呢個酒店嘅設計呢，就非常之叫做具有日式浪漫風格，同埋比較精品為主。地底有嗰啲叫做大浴場，一樓係我哋得閒開 P 啊咁樣啦。入到酒店入邊呢，已經有好多遊客呢排隊等住出煙。不過喺出煙嘅時候發生小插曲，原來係個訂房網站呢查唔到資料，等咗2個鐘頭之後，終於揾到資料俾我入住。酒店嘅平面圖基本上同其他嘅酒店無異，都係咁樣嘅。為表達上房延誤嘅心意，除咗俾1個房卡之外，仲會特登俾1個飲品券1張，以示歉意。入到嚟嘅時候呢，基本上嘅房間就比較上精緻同埋優雅感覺。呢個就係企缸位，普通嘅馬桶都係有乾濕分離裝置。成個房間嘅佈局係咁樣嘅，2張床，一個細窗 LCD 電視，佢係1人居住。房間望到鹹館嘅市內景色，唔近火車站，望到海嘅。有時間嘅，你可以去1樓個位置坐低參加活動，飲下杯嘢，感入一日。由於我冇購買早餐券原因，所以就喺入場嘅時候光顧早餐，
一個早餐一人價錢3500日元。聽過星野酒店入面呢嘅早餐非常之精美又豐富，有咖喱飯啊、三文魚啊，同埋好多唔同嘅鹹館海鮮作為早餐，真係呢度食早餐非常優美，仲可以飲埋個香檳添喎。首先我哋要入嚟食個早餐，首先嚟到叫做飲品區，你可以呢一度隨意飲香檳又得，朝早飲香檳，跟住就你又可以食個麵包，食完麵包之後你有個飲品嚟飲果汁啊、飲牛奶啊嗰啲啦。記住鹹館牛奶呢亦都係最出名㗎。嗱，呢個呢可以斟咖啡嘅，斟咖啡、斟紅茶同埋斟綠茶為主啦。呢個先最緊要㗎，就係好似壽司吧台咁樣，就可以叫啲叫做魚生咁樣啦。食個魚生飯就攞魚生飯食個早餐啦。跟手向翻前面，有三文魚啊、甜蝦啊嗰啲可以公路地去夾喎。前面係佢嘅二食區，二食區呢就有咩食呢？就都係炒滑蛋啊、香腸啊、火腿啊嗰啲啦。嗱，最驚特別之處呢就係佢有嗰啲叫做壽司飯啊為主，佢有啲叫做粟米啊咁樣都嚟食條入面就最啱噶啦。最後呢就有真係㗎，有香腸啊、滑蛋啊同埋點心啊嗰啲啦，仲有飯咖喱汁啊一齊食啦。前往鹹館山嘅交通方式，除咗可以搭纜車上去之外，最簡單直接方法就係喺鹹館站附近乘搭呢架巴士上去，700日元。上山嘅時候，燈光熄滅，就會有一種特別嘅氣氛，就係好似架巴士上緊山一樣。我喺長崎嘅鹿佐山嗰邊已經介紹過，我都係喺長崎嗰邊搭巴士上山嘅。上山期間呢，巴士裡面嘅燈光呢係完全熄滅，但係因為當陣時長崎嘅纜車係停開原因，所以當陣時係焗住上山要搭巴士前往。咁就差唔多到咗鹹館山嘅頂部部分，咁就喺呢個位落車啦，有警察駐守。首先上到去就有一座叫做鹹館山嘅名牌，我喺長崎嘅時候冇嘅。呢個鹹館山呢，就係來了打卡嘅地標，有好多遊客呢上到第一件事同呢座嘢影相啦。點少得就係佢哋嘅電視發射塔，基本上係同長崎鹿佐山一樣，擁有電視發射塔。呢個就係鹹館山嘅壁布板，顯示鹹館山有咩特別之處，有咩原因係成為5星級嘅地方呢？呢度都設有簡單嘅自助售賣機，主要賣飲品為主。未到日落時分，由於鹹館嘅月份係6月，日落時間係夜晚7點半，未到日落，好多人坐住喺度等太陽落山。跟住嚟到最高第2層，都有唔少嘅遊客喺度影鹹館夜景，都係同之前一樣，未到日落前排隊打定卡，等佢日落時分出現就可以進行打卡影相啦。再上一層就係最 top 嗰層，亦都係最旺嗰個地方嘅。最旺嘅地方呢，就有咩特點呢？就首先
佢周圍有欄杆截住晒，影相就去到日落嘅時候，就好多人揸住部手機影相。前往最高一層嘅地方，人實是非常太多，需有警察在場控制秩序。到咗指定時間，會人人揸住手機影相。臨走前，記得嚟到呢個商店買當地嘅紀念品，拎返屋企啦。其實呢度都有好多嘢買㗎，例如鎖匙扣啊、函館名勝啊，同埋車飛，亦都可以喺呢一度買到啦。唔夠喉，你都可以喺呢一度影大合照，好似長期度座山一樣。影完大合照之後，俾一個難忘回憶啦。回程照樣搭巴士落山，不過記得要留意佢哋嘅服務時間。最後一班去函館車站嘅巴士係下午8點10分開出。咁樣嘅班次之下呢，係已經坐滿人。嚟到函館嘅時候，點可以唔食函館拉麵？朝早喺函館超市食過，今晚又食過，食得好好味。先飲湯，後食麵，最後就食咗叫做煎餃子，再俾埋一杯水，咁就成為1500日元。食到飽飽返酒店休息啦。下回影片預告就會去洞爺湖、支笏湖，咁當然由函館搭火車去札幌參加當地1日遊團。下條片大家分享過，再見。